大家好，我係張以莉。咁我喺專訪嘅對象呢係我媽媽啦。問題呢有想請問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嘅媽媽呢？咁我應該我一個呢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嘅媽媽，因為喺教養嘅過程裡面呢，我都會反省，其實都可以做得更好嘅。咁都期望可以不斷有進步空間啦。咁你咩時候會為我感到開心同驕傲呢？其實主要個女活得開心啦，同埋要容易要容易滿足，亦都唔需要俾自己太大壓力。咁你咩時候會為我感到傷心同埋難過呢？其實如果我淨係睇到個女自己就顧自己，唔顧別人嘅感受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覺得好嬲啦，亦都會覺得好難過，因為咧我會成日教導佢要有一個同理心咯。咁你覺得我有咩品德嘅行為需要改善？大致上基本上都可以嘅，唔錯嘅。不過可能對於節仔方面就爭啲啦。特別可能有時拎起手機嘅時候咧，就節制就冇咁好啦，就叫食飯或者沖涼嘅時候就會比較多藉口啦，就冇即刻去做咯。咁呢方面需要改善啦。我嘅報告完畢，多謝。